Hi，我係二玲，今日煲佛手瓜淮山粟米湯。呢個湯咧好啱夏天飲嘅。今次買嘅咧係一字牌，一陣間煲完之後咧可以直接攞嚟食，跟住當一個餸咯。材料有淮山、粟米、佛手瓜、紅蘿蔔、排骨、無花果、南北杏。排骨凍水落鑊出水，洗乾淨之後備用。將粟米、佛手瓜、紅蘿蔔洗乾淨，紅蘿蔔批皮切塊，粟米再切成一嚿嚿，佛手瓜切塊去心，淮山批皮切塊。南北杏、無花果洗乾淨，無花果要剪開。全部材料擺入煲入面，大火煮滾之後轉細火煲個半鐘。煲好之後擺少少鹽調味。呢個湯就煲好啦，真係好適合夏天飲。排骨可以點蒜蓉豉油，就可以做一個餸咯。